你我都蒙恩典，好不好？给各给予合并来，请他们一下，讲生日快乐。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我们用喜乐的心在你面前聚集，因为知道我们富强教会的生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生命的生日。我们在这里要纪念，我们要感念我们早前许许多多的前辈，他们所付出的心血，甚至为主来牺牲他们的生命。主，我们知道主你的恩典的道路永远都跟我们同在。我们一起透过你的话语，一起学习，一起勉励，愿我们能够继续扩张帐幕，让你的圣位得到更高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祝福富强教会42岁生日快乐是1976年，1976年还没出生的举手一下还没出生的。不要客气，这样表示你很年轻嘛。好，那42岁是一个人生当中应该不是算壮年，应该是社青的年纪充满活力，充满了一个盼望，充满了力量。那我们一起在富强教会一起来努力我们祝我们的富强教会生日快乐又掉回来。那一起来祝福，因为今天的我们节目太丰富了。我们除了有2个圣歌队要献诗之外，我们还有圣餐，特别是有15位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小朋友受洗。所以牧师稍微做一点切割的动作，要把今天的主题的信息呢做一个缩短。那等于是一个宣告。我们希望在以后的主日能够慢慢把我们今天所学习的一个一个比较仔细的跟大家分享。因为今天第2堂礼拜时间比较不够，所以牧师就练习昨天在青少年先练习一次比较完整的。不过我们的意思是说，怎么样去看到我们这个庆祝42周年，我们教会怎么建立一个蒙神恩典的教会？那我们叫观微知著，什么意思呢？就是从最微小来看大。那个老子讲了一句出名的话，叫做治大国如烹小鲜，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在小事上能够推动的完美，你就可以做大事。换句话说，我们从今天经文里面看到一个美好的教会的模型，它的大到全世界的教会都属于神的教会，那小到一个小的一个信徒的聚集几个人也是教会。那我们从家这个观念去看见一个教会的美好，那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开始。因为家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当中最原始起源的地方。你对家的期待，你对一个家庭美好，你都有充满了许许多多的恩典祝福。那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家，就像一个美好的教会，一个美好的教会就像一个美好的家一样。初代信徒他们在使徒行传2章42节到47节很详细的记录了他们当时的一个聚会的形态，他们一个基督徒他们生命的表现我说时间的关系，所要把大纲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他们是全心的向使徒领教。早期那个时代，耶稣升天了，那个圣灵降临了，使彼得开始在耶路撒冷传福音了，许多人信耶稣。但是那个时候，他们都不清楚，也不了解，因为当时耶稣升天之后，他们突然才发现说，这位耶稣就是救世主，就是弥赛亚。所以当时在耶稣四处传福音的时候，有人有听到他讲的福音，有听到他讲的预言，但是更多的人是怎么样？赶热闹，看耶稣在行神迹，看耶稣像一个巨星那么的风采。那也许耶稣讲的话，没有每一个人都听得很清楚。所以当他们看见主耶稣从十字架受死复活之后，他们知道真神恩典神的儿子耶稣就是救世的救主，所以他们就急迫的想要了解到底当初耶稣讲的什么。
所以呢，这些使徒就成为第一手传播的资料，因为所有的话都是这些门徒亲自听到的，没有人记录，没有人像今天录影，没有人在旁边把这个实况转播用我们的现在立即转播都没有，所以他们就唯一的来源就是全心的向使徒领教。所以初代教会第一个让人家印象深刻的是他们追求门徒的教导，因为要领受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二个，当时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社会氛围，因为基督徒是受逼迫的，是被排斥的，是被罗马的政府所一个监视的，所以他们必须要团结在一起，聚集在一起，也许隐藏在哪一个阁楼，隐藏在哪一个人的家里面，所以他们就是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团契生活。实际上是时势所逼，他们变成一个大家不同的血缘，但是大家成为一个家庭，因为大家生命与共，大家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呢，分享爱宴是他们最主要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要生活。当时也没有说所谓现在的什么团会就是这个团队的一个服饰没有，纯粹都是大家一起张罗这些吃的。所以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吃吃喝喝，成为他们建立一个友情情谊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催化剂。因为你知道，当我们在饮食的时候，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会放松，我们会感觉一切都很美好这个是我们人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机能那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是因为当时神大大动工在那个地方，因为教会行了神迹。教会行神迹有两个主要的因素，第一个是圣灵动工，第二个是信徒合一。因为大家同心合一的时候，恳切祈求的时候，他们遇到了危机了，他们遇到了逼迫了，他们知道靠自己是完全没有办法的，所以就全心的领受向神祷告，说主我们就全所有的生命都交给你了。所以圣灵就大大的动工，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见证他的合一，然后显现上帝是真实。你知道吗？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就是大家同心合一，大家彼此生命共同体。所以很多人就这样子被激励了。当时不能像现在拿着这个麦克风到处去宣传，或是宣传车，或是广告、网络都没有了。尤其那个时候，基督徒是被迫害的。请问他们怎么传扬？不可能公开，是因为假贺道求，就是这么简单。因为有神迹在里面，因为这一群人大家同心合意，大家彼此相爱，就变成一个感动的团体。大家会偷偷去讲说：“我们以前逼迫的那个耶稣，他才是真正主耶稣主耶稣就是救主，他是神的儿子。我们赶快去，因为我们承接了这个先知以及律法的教导，已经走入一个死胡同了，走入一个非常僵化的，只是守那个律法，但是没有生命。天国的福音从耶稣基督传过来了，所以他们呢彼此奔相走告，私下讲：来，今天我带你去。所以教会就这样子，更多的人聚集在一起，事迹也广传出去了。感谢主。那当时因为彼此生命共同体，所以关怀弱小，让大家彼此生活无缺。但我们知道，初代的教会，我们在学习有一点是我们时空环境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基督徒他们已经预备好了，说随时主耶稣会再来。他们以为耶稣这样宣告说：“你们看我怎么样升天，你要看我怎么再来。”他们以为说，也许在下个月，也许在某一天，原来耶稣的要再来的时间不是他们所预测的。所以他们当时是用一种已经完全准备好耶稣再来，所以他们把所有的财产都处理完了，他们都在一起共同生活，因为那个时空环境是这样子。我现在我们现在世界大家一个生活、工作各样的发展就不一样，也许我们没办法达到那个境界，凡物共用，因为那个是有时空背景。不过那样的精神。分享精神是我们一直要学习的，所以他们就这样同心合一，热心聚会。他们热爱教会的生活，享受温馨、接纳跟牧养。感谢主，他们说以欢喜纯洁的心相处，保持和睦的关系。
我们听到一句话说：“兄弟同心呢，其利断金。”那既然大家彼此在神的恩典里面，大家彼此生活在一起，会同心也是会其利断金的。所以最后一个结论说，主偏偏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所以你知道吗？一个健康的教会，它就会自然的成长，因为充满了能量，充满了神的恩典。感谢主。所以我们从初代教会领受了这么多美好的一个原型，我们就从保罗给我们讲，从哪里开始呢？保罗说，教会就是上帝的家。我们不要讲的头头是道讲的那么样的冠冕堂皇。保罗说，从家开始，一个家的完美就会扩大成为一个美好的一个国度。所以我们也会听古人这样说：起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原理都相通的，对不对？那我们看到保罗这样讲，写了一封信给他属灵的儿子叫提摩太，因为提摩太要去外面传福音，要去开拓教会。当时也没有什么教会的这个建造的 SOP 没有，纯粹就是从神领受了什么样的恩典。那保罗就提醒了这一个属灵的儿子，你看你徒弟说你到这边建立教会，怎么样建造一个非常合神心意的教会呢？他就用这封信写给他。这段话只是一个开头了整个使徒行提摩太就是在所有的书就是保罗所写的。他这样讲说：我一面写这封信，一面希望快点来看你们。如果耽搁了，这封信要告诉你们什么意思呢？我就急迫的想要去，那不像现在高铁一搭就到了，要搭船要走路，哇，太远了。所以呢，我急迫的要跟你讲，但是又怕会耽搁，所以信先到。因为古代罗马帝国他们有一个传信的制度有一个类似我们现在台湾，像以前中国的早期的一种快递一个马跑到另外一层接，所以信可以这样子传送。他先把信传给提摩太，说我们在上帝的家应该怎样生活。保罗是把教会看成是上帝的家，是一个有生命的，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家就是一个生活起居的地方，是一个弟兄姐妹大家彼此恩典祝福的地方。所以保罗这样子说，这个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基础。或者说我们所有的万法归宗，就是我们怎么样看上帝的教会，就是上帝的家，从家来开拓。因为这个家要建立在什么地方呢？建立在真理跟的柱石，他把真理成为这个家的基础，没有其他的装饰，没有其他的要素，只有上帝的真理，成为一个家的基础，是永生上帝的教会。提摩太这样提醒：第一个，家就是教会，这个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第二个，家是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跟基础。我们在上帝的家，我们上帝的教会，就是要培养这个真理，一起培育，一起造就真理，建立这个稳固的信仰基础。什么样的建造都很重要，但是最根基的就是上帝的真理。当耶稣的话语成为这个教会的根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会产生好多美好的一个结果，因为从基础出发，你的基础稳固了，什么样的发展就会非常好。台积电前几天听说中毒了，大家吓了一跳，一间世界级的公司，竟然被一个小小的病毒，就亏了好几十亿。也许他们就要开始思考说，我们这个公司建基在什么地方？那个危害是很大的。但从这样看到，我们的教会是不准让这些病毒进来的，是不准让那一些跟福音无关的事情进来的，是建立在稳固的信仰的基础上面。这是保罗给他的学生提摩太一个最重要的忠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是我们看到一个美好的一个根基，有十字架，有圣经，
有各样的属灵的真理在我们这个教会进行。所以呢，最后牧师要勉励大家，我们既然从保罗领受到一个家的一个幸福美满的概念，我们就从家的概念出发，我们怎么样建造富强教会，就成为一个家那么的温馨、那么样美满的教会。第一个，建造富强教会，就像家一样的有生命力，因为家是一个成长的地方，家的人口会增长。前几天牧师看了一个老的历史教会历史家，他在他的网站 po 了一个我们台湾一个100多岁的一个老姐妹，哇，他 po 他的那个我们所谓的福音，对不对？这个在研究教会历史的人很喜欢收集福音，因为他会看见这一个美好的家族的传承、信仰的后裔。哇，一排好多名单一大堆一大堆。家是会成长的，家是有生命力的，家是蒙福恩典的源头。所以呢，富强教会当初1976年设立的时候，当时就是以像家一样的温馨，成为附近的教会，很多人一个喜爱的教会。因为当时我们的首任的牧师王忠信牧师，他承接了他的爸爸一个信仰，他们家族呢奉献了这块土地，也奉献了大部分的金钱，建立了我们第一代的教会。那他们当时因为在东区这边还很偏僻，不叫东门路3段，像是富强路一样。所以呢，他们建造觉得说，我们要像家一样的温暖。当时牧师来这边牧会，是我们教会建立14周年的时候。你看时间多久？14周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只有90几个人，所以呢，大家真的像一家人一样，从老到少大家都认识，大家彼此分享，那种感觉到现在永远成为我们富强教会一个最美好的一个资产，一个传承。如今虽然我们已经扩张到500多位弟兄姐在做礼拜，但是我们能够找到像家一样美好的温馨，那就是我们坚持的，也像等于是我们立教会的精神就对了。所以在42周年的时候，我们一起勉励学习，怎么样从初代教会他们的模范，以及保罗对我们讲有关家的一个概念，我们一起来学习这几点。第一个，我们真的这个教会要成为渴慕真道、追求真理的教会。渴慕真道跟追求真理，因为他说这个是根基嘛。那我们成立教会，不管你什么花样，外观怎么漂亮，你如果没有根基，这个教会就不属于神所喜悦的教会。那基督徒，今天我们有10几位弟兄姐妹要受洗，他们刚刚进入神的教会，他们看见一个美好的一个环境在我们当中，但是他们要成长，不能只看到外观，所以他们要持续接受造就，接受栽培。我们教会今年叫做门徒培育元年，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一群弟兄姐妹，在一个美好的家的环境里面，它是会健康的，它是会成长的，它是一个渴慕真理的，就像初代教会一样。所以呢，我们热爱受造就，建立信仰的根基。怎么样呢？在我们现在的教会，大概这3个部分是我们值得去努力、去参与、去追求的。第一个就参加门徒训练。我们今年9月准备要推动第2期的幸福小组。那幸福小组就有一群新的基督徒进来那他们也没有什么教会的生活的经验，他们也不了解我们42年历史是怎么过的。但是你要用一个非常尖锐的，或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时间，让这一群新朋友，他们很快就成为门徒，就是要接受门徒训练。所以这个心态是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是资深的基督徒或是新朋友，我们都觉得我们要受造就，因为我们要学习像初代的教会一样。那第2个很重要，就是你要在小组里面接受牧养。刚刚我讲过了，90几位当时的牧师也不是说很轻松就觉得非常温馨，大大小小都认识要去每一个人家也很快。那现在500多个牧师怎么走？重点是小组。因为小组就把这个大型的家缩小成一个一般家庭的状况，10来位一起领受这个美好跟恩典，比当时的90几位还更亲密。这个小组，我们第2堂礼拜的很多国语的这个敬拜的弟兄姐妹，参加小组的比例很高。今天
好多位我们要受洗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有所属的小组，因为这个小组会激励他们，会安慰他们，会鼓励他们，会扶持他们，会跟他们一起走前面的道路。所以你当参加小组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会很孤单，人那么多，但是我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团体在我身边。所以大是一个教会，小是一个小家，一个小组。所以接受关怀、激励、培育，是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特别是现代的都市的一个形态。因为我们人跟人之间彼此是蛮疏离的，很热闹的街口，有一个孤单的人在那边。那我们必须要在小组里面敞开你的心，你才会觉得我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我是有分享的，我是被关怀的。那你小组绝对不能疏忽。第三个，我们要有系统的读圣经，我们要参加查经班。我们李伟教授有英文查经班，我们要马教授他有罗马书的查经班，都够你去参加，够你去研习，够你去请教，够你去装备。因为有圣经的基础，你才能够从那边看到神一个美好的恩典跟旨意，所以你会越读越精彩，越读越有心得。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学习初代教会同心合一、热心聚会，因为热爱教会生活，就能够享受那个温暖、接纳跟牧养。换句话说，我们要彼此分享。这个爱只单方面的，你会觉得很孤单。爱是一方面输出，你会觉得好像没有回应，但是彼此的那个爱的交流，你会感觉这个是温暖的。我们在去年牧师刚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啊，这个是学习新店行道会张茂松牧师他所提的。他说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口甜、脸甜、心甜的教会。那这个是出自内心，因为你被神所触摸了。你不是一个外表的表示而已，而是从心里面一种急迫的爱别人、关心别人啊，让别人领受上帝的美好。所以呢，最近我们在这个幸福小组学到一句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他说：你在对待别人的时候呢，做不足是亏欠，那做刚好是本分，要做过头了才会感动。换句话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原来我们彼此没有什么血缘的关系，也许大家的背景也是差别很大，但是因为在神的爱里面，我愿意做过头了，我要愿意接纳这些新的朋友，接纳慕道友，甚至教会当中最卑微的，我都做过头了，人就会从这边得到感动。所以呢，我们是要做爱网重重的教会，是因为你付出，我付出，大家彼此交叉，那个网就非常的绵密啊，神的恩典就在当中产生。一个人要有口甜、脸甜、心甜，装不久，是因为他的生命被改变。很多基督徒为什么很好的见证？因为他自己曾经受过那个苦啊，他曾经走投无路，他曾经好像撞墙一样，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但是神给他一个新的道路。你看他不会感动吗？他不会觉得心中多么的迫切，想要把这个美好的分享给别人吗？所以，当你的生命被改变，我们今天第一堂礼拜的唱的我们教会的会歌，里面有讲说，以生命来影响生命。最好的道，最好的讲道，不是牧师口头现在在讲，最好生命的道，就是你活出主耶稣的道，你活出来了，从你的生命看见了，这个是最棒的讲道。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讲道只是牧师的专利，讲道是每一个人把圣经的话将我们教会的教导活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所以一旦你生命得翻转，你内心就有喜乐，你会有亲和力，因为从发自内心那种喜悦会在你的脸上。所以我们常会讲说，要用福音来化妆，是因为这个比人的化妆品，比什么蛋白还好，因为生命在你里面滋养你。那这个做免费的，你为什么不要？好，教会要成为一个关怀做事、对社会、社区开放的教会。因为你在这边再多么好，外面人跟你无关，那就缺太多了。是因为别人就像初代教会一样，把假贺道修过，把那个美好传递给别人。
我们教会所以会增长那么快，是因为有一群弟兄姐妹，特别是新来的朋友，他们领受到这个美好，他就假贺道手，他是告诉人家说，富强教会是一个值得来的教会，因为我们在里面领受到这样的祝福。我们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姐妹，他们也这样说。最重要是这一点，一个教会要对圣灵开放，因为我们知道，凭人的努力、人的智慧、人的组织、人的财力，都抵不过圣灵亲自动工。当圣灵开始动工的时候，神迹奇事会不断发生。当大家同心祷告的时候，圣灵会在每一个微小的人身上做伟大的事。幸福小组他另外一个标语是怎么说呢？他说一个平凡的人做伟大的事，那是千财万贯都没办法换。一个人被神所触摸，请问你用多少钱才有用？没有用的，是因为圣灵亲自动工。所以当我们谦卑的自己，领受圣灵的动工的时候，你会看到圣灵在动工，有医治释放，有神迹奇事不断的发生。你看，在一个教会里面看见一般的人做不到的事，那种同心、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造就，而且神迹奇事不断在我们当中发生。请问大家不够感动吗？大家不要你去催，人家都急着要来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迎接50禧年，快到了，在8年，2026年就是我们的50禧年。你知道，老基督徒都知道，禧年是什么意思？禧年就是51个单位，51个单位。我们在8年，我们期待我们的教会从初代教会给我们的模范开始，从保罗告诉你，从最微小、最基本的家庭为单位，一个美好的家庭，一个建造，成为教会的模型之后，我们期待我们一起立志，要将更丰盛的福音果实奉献在上帝的面前。这是最棒的礼物，没有比这个礼物更好。我们期待我们的教会每一个位置都坐满了人，而且呢，大家要来聚会都要排队，因为赶快要抢到好位置。这个才是神教会一个最美好的一个缘起，因为大家渴慕，因为大家急切，因为大家要追求，因为大家要领受这个最棒的恩典。最后，50周年的禧年，最重要的是，等一下我们有青少年要来献诗，我们为这群青少年祷告，因为世代交替，每一代的传承都有神美好的旨意，兴起领袖。兴起新一代的领袖，他们是被赋予责任的，而且他们领到自己的正路，上帝给他们使命。我们期待在50周年的时候，我们一群美好的新的世代，领导我们的教会继续向前迈进。感谢主，今天有好多位要受洗，所以我们要把以下的时间分享给他们。我们现在做祷告，然后再请我们青少年要来献诗。结束，我们感谢你美好的恩典，因为我们一起欢度42周年庆。主啊，你让我们学习初代教会是这么样的美好的典范，我们要从他们开始做学习。主耶稣，让我们谦卑，将自己摆在神面前。我们知道靠自己的能力是做不了任何事的，我们要靠圣灵的动工，让每一位弟兄姐妹从心里面被触摸、被恩膏、被祝福。神迹奇事不断在我们当中发生，我们渴慕真理，我们愿意彼此分享、彼此照顾，我们要去眷顾那些最微小、卑微的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一起用这样的励志，我们求神亲自来成就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现在呢，我们要一起直播看牧需要唱的，要一起来献诗。那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们可以一起起立，然后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将我们最美的歌声献给我们的上帝，好吗？那我们邀请大家一起起立，跟我们一起唱。需要给我们一点时间，让他们排一下他们的队形。是一首开心的歌，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一起用一个喜乐的心，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拍手。往中一沉着的我。
可爱的青少年，他们用快乐的诗歌一起来庆祝。我们请坐，就排到前面这一排哈。我们的陈丽树姐妹、刘继芳姐妹、叶怡清、金红轩、卓佩芬、吴佩韵、陈佑任、曾国文，他们8位要受成人的洗礼。有2位是信仰告白，已经受洗过要信仰告白，是陈丽如、罗卓杰2位。再来是坚信你黄玉祥、黄玉柔。好，那你们走到前面的时候，来先向牧师啊，等一下会介绍啊，让大家认识，面向讲台开始到中间来，我们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是啊，这个你爱永不变，有没有？可以变。好，面向牧师啊，也可以按照顺序来，没关系。你流出宝血，我们请长老协助来排队哈，我们一起信徒来唱这首诗歌，唱一次就好，来。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无悔，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生命已经难归。我深深体会。今天要决志在主面前，我们为他们献上感恩，求神亲自将恩典从天上降下来给他们，让他们坚定他们的信心，知道他们已经走上这一条得救的道路、恩典的道路、蒙福的道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注意天主耶稣设立洗礼的教训，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还为升天的写成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为门徒，奉父子
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要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表示你们诚心诚意，在众人面前，在上帝面前宣告你们的信仰。你们第一个问题，你们答相信也可以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宝贵师吗？感谢主。第二个，你们可以回答愿意你们是否愿意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吗？感谢主。第三个，你们也可以回答愿意你们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在他的道路，尽幸福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感谢主。现在我们要为8位来施洗，我们请长老来配合首先慢慢来，感谢主。陈丽树姐妹，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阿门。来，站起来。地方姐妹。刘继芳，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叶怡清，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丁红轩姐妹，丁红轩，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感谢主。卓佩芬，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李佩玉，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我们请陈佑任弟兄。感谢主。陈佑任，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曾博文，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是信仰告白，他们已经在以前的教会受洗过了。还有2位是坚信你，我们一起决志，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宣告。你们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有8位受洗，有4位重新确认你的信仰。我奉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富强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成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以及新约的恩典，一起来祷告。我们求神亲自从天上降下圣灵，恩膏他们，施洗他们，让他们一生走在神恩典的道路，一生看见神的恩典满满在前面。感谢主，求你帮助他们努力追求信仰，能够参与服事，能够每一天领受神的恩典的话语。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来祝福这一群神恩典的百姓。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我们用热烈掌声拍手欢迎，向后走，向后走。那牧师做一个简短的介绍其实时间真的不太够，不然要他们做见证可能要拖到2点不过简短重点能够讲得到好不好？好，来，如果有需要讲话，就把这个麦克风拿着，好不好？传过来。第一位是我们的丽树姐妹，丽树姐她说，其实好几年她就陆续出入教会了，不过她觉得她的生活当中还是有一些阻挡所以直到这一次，其实上一次受洗，她就决心要参加，不过好像时间还不允许，所以这一次她决心要参加。
牧师有2件很感动。第一件，他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这个学道班的时候哈，哇，身体很不舒服，但是他说我一定要来，而且变黄姐妹啊还陪着他来啊，真的不简单，半途还跑去看医生，但是一个礼拜看见他越来越活力，越来越健康哈。好，我要问一下丽素姐妹，你是什么原因会想要来接触教会，得到神的恩典？因为我们家有2个天使，阿门。一位是老天使，一位是小天使。老天使当我生病的时候，都是他在照顾我。你就是刘秀华女子，刘秀月，就是燕皇的婆婆。哦，燕皇的婆婆。是。那我们家的小天使是燕皇。每当我们家有什么事的时候，第一通电话就是打电话给燕皇，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燕皇起初刚开始的时候是在我妈妈家认识上帝这件事情，也就是在高雄，然后慢慢的一直在接触。但是因为我家里先生知道，因为我家族的关系，因为是大家族，所以没有办法一直在参与我们这个我们上帝这个思想的天赋，然后一直到搬到永康的时候，好像契机来，我的一个机会来了，认识了燕皇，然后燕皇也很积极的参与各种我每一个喜乐哀乐，我的痛苦，然后就在上次，应该说去年吧，连我的小天使都要把我将近送到疗养园区了。就是遇到很多的困难，对不对？对，但是神恩典这是神的恩典，让我重新健康起来的。那么还有后续，那我就把时间留下给后面的。好，谢谢，鼓励一下。这个在他身上，他有时候碰到人生很多的困境，但是总是有小天使在他前面，而且呢，他自己也受到通过祷告，他得到的恩典。我们继续为他祷告，因为前面还有一段路要走，所以给他力量，给他智慧，好不好？拍手欢迎。好，另外这一位，下面这一位是我们的季芳姐妹。牧师从他听到2句很经典的话。第一句是说他什么时候来教会，怎么会受感动。第二个，他参加小组的感受，来讲一下，简单讲好不好？2分钟。好。小时候我为了一个精美的礼物，我去过教会，一直到今年的6月8号，我才再度的踏进教会。在6月7号之前，我是一个佛教徒，我每天诵经。可是在这条学习的路上，我觉得我很孤单，而且我开始觉得我不快乐。我的家人都住在北部，我一个人住在台南。家里面4个兄弟姐妹，我跟姐姐的感情最好，所以我每天都有联络。6月8号那一天星期五，姐姐打电话给我，因为她知道我的不快乐，她跟我说：“你想不想去教会？”那这是我第一次没有拒绝她。我说好，姐姐联络了 Coco， 所以6月8号那一天是 Coco 跟雍成夫妇带着我来参加礼拜5的祷告会。祷告会上，我开口唱的第一首圣歌，我的眼泪就像坏掉的水龙头一样，不停地往外流。这个时候 Coco 她没有说任何一句话，她就像天使一样的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很体贴地握着我的手，一直到祷告会结束。祷告会结束之后，他带我到西道小组参加分享会。我也感谢西道小组的所有弟兄姐妹，那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祷告会。祷告会结束，西道小组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彼此要互相的拥抱。在那个时候，我的第2个天使出现了，那个就是秋玉。他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拥抱，然后告诉我：“你是最棒的，
你是上帝的宝贝。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又哭了，因为我竟然是上帝的宝贝，我真的超级感动的。原来有一个地方，它可以有泪水，有欢笑，有感动，有温暖，还有爱，这就是教会。如果你是新朋友，我非常的鼓励你们去参加小组。那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任何小组，非常欢迎你到我们西道小组。我们西道小组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有爱。大家都有到西道小组，很快就被误区了啊！谢谢。现在的我，这样还有最后2句。现在的我，不会再孤单跟害怕了，因为我找到我的依靠，就是上帝。现在的我也不快乐，我现在的我很快乐，因为我在教会。谢谢大家。谢谢国立。刚刚介绍我们的丽穗姐妹哈，她原先这几年都一直在中介小组最关心被鼓励她因为现在生活或是时间方面，她想要被加入这个会然小组因为可能白天的时间会比较方便。那我们继续为她祷告，让她在小组里面被牧养。记得。他们都在推销小组你不加入真的太可惜了第3位是我们的怡清姐妹怡清姐妹，你是讲一下说，你为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教会？是谁带领你？是在哪个小组？这3个好不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 ，slogan 来平安，平安。我是会然小组的，我参加教会大概去年年底到现在，然后我要见证。好来。我一开始在教会，我是用混的心态来教会，但时间久了，我也就慢慢学习，为了祷告，学会了祷告，又每一天学习祷告。我跟神祷告，可否解决我房子的问题？在当下等待的时间里面，有一天上帝给我开门了。越是上帝亲近，越让我更明白，耶稣其实是人挪不去的信仰，在我的心中。所成就的祷告，更让我认识他是又真又活的主。耶稣说：“信而受赎，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我这只小羊开始传福音给迷途的老羊。那个陈家琪先生来，那个弟兄他是从基隆过来的，他为了受洗过来看我。然后我现在有了信仰之后，内心多了平安喜乐，也踏实了。看待事情的角度也改变，价值观也改变了，暴躁的脾气也因为顺服翻转我内心的老我。我也谢谢凤珠姐，还有我的好朋友。好，感谢主，谢谢。拍手。我觉得我们的怡清姐她爆发力很强的你看她做事情都很棒很有她的主见。我们继续求神造就她成为最棒的门徒，好不好？来，接下来我们是我们的红轩姐妹也介绍一下你是哪一个小组，你怎么样接触教会，得到这个信仰简单的讲，好不好？大家好，我叫冯轩，我是中结小组的。那其实我为什么会选择在富强教会，就是我觉得在这边有很多的感动。刚刚一开始在我们站上来在唱歌的时候，我就眼泪就控制不住。其实我每一次来教会，我都会有这样的感动。可能在座的各位可能也跟我一样。我其实非常的谢谢说我在第一次，其实我一直做业务，那刚好我一个客户，她叫林露，跟她老公郑威，他们邀请我来参加中介小组，可是很多次我的时间都是不允许，因为做业务的时间我们礼拜晚上都要去跑客户，比较没有办法。然后很多次之后，我终于有一次就好，他邀我很多次，我就想说好不行，一定要来一次，就来了。那来了之后，其实我带着我女儿来，来的时候，其实我是经历过离婚，到现在已经9年了。那婚姻的离婚之后的一些过程种种，还有包括小孩子在学校很多问题，所以我女儿跟婆婆都是一直是
让我很头痛的一个状况，所以我的不是精神状况不好，是常常会有很多的变数，所以会导致心情会比较易怒。那在去参加终结小组的第一天的我发现我女儿进去的时候还是会到处乱跑，然后比较没有办法说你跟她说做什么，她就要做什么。可是呢，那时候终结大哥跟她说没关系，你就让她这样，不要管她。我第一次感觉到说啊，原来说来一个教会一个宗教是可以不用管她。可是我以前去参加过佛教、道教，他们可能都希望你规规矩矩的坐那边，然后要安静，不能怎样的。我那天的感受很深，可是我没有说。然后从那天开始之后，我发现大家都记得我们的名字，就是看到我们，就是在下一次我们可能经过在下一次的聚会来的时候，我们没有说这个礼拜五来，下礼拜五又来，我们可能又经过了好几次，可能好几个月才又出现。可是我们第二次再出现的时候，他可以叫出我跟我女儿的名字，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然后我在这边还要更谢谢一个人，也跟丽树姐妹谢谢是同一位，就是燕华。我后来就是因为参加周年小组说有发生一些状况，所以有好几年没有，也不是好几年，就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去参加。然后又是林鲁把我拉到燕皇的身边，所以我又跟燕皇很密切的联系。那个时候才真的比较密切的有来参加教会，可能做礼拜小组，有时候时间我也比较不允许。那有时候堂会聚会我也有抽空会去参加。那燕皇呢，因为这样帮我解决了很多我跟婆婆之间的问题，还有跟前夫之间的问题，还有我女儿在学校所有一切的问题，跟同学老师之间的问题。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有他帮忙着我。我女儿到现在已经要升6年级了，小6。她的状况从小1开始到现在已经恢复，现在已经好了90%。所以现在，我也很谢谢大家，然后也真的很希望说你真的是初次来参加，你对教会、对耶稣还是懵懵懂懂的，你真的要坚持续下去，你才会有走到像我们这样一天。而且你可能每一次来参加，你每次都会有不同的感动，每次都会流眼泪回去，真的是这样。谢谢大家。好的，非常感谢主。我们除了神的恩典之外，还一群需要有人锲而不舍，不放弃，永远不放弃，一个都不能少。感谢主哈。好，再下来哈，是我们的佩芬姐妹，我先讲一下，佩芬姐妹跟她的先生举手一下。我们的卓杰兄先介绍，因为佩芬是因为有一个爱她的老公，一个信仰传递给她，所以她今天受洗了。佩芬要不要讲几句话？大家好，我是佩芬，然后我从小是在拜拜的家庭长大的。那其实成长过程当中有接触过教会，但是当时没有被感动。那其实一直到我认识了我老公，他的爱就像基督的爱一样爱我。然后因为我们结婚之后，他来台南工作，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他在找教会，可是我比较不懂这一块，所以那时候我当时就已经认识唐耀跟苏敏了。那他们带领我到市场教会，那在教会也其实已经1、2年。那当时本来有机会要受洗，是因为家庭的关系。可是神在我的家庭动工，虽然我爸妈还不是，我是第一个，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啊。可是我觉得神会在我们家动工。然后呢，我是在那个自强小组，那也推广一下我们的小组。我们小组有很多好吃的、好喝的，然后我们还会一起出游，像我们这个礼拜5要去台北这样子。那所以说，如果还没有小组的人，然后对吃的还蛮喜欢的，对，然后我很开心跟我的老公说姐一起加入到妇产这个大教会，邀请大家也可以多多照顾跟指教，谢谢。来鼓励一下。先主动介绍我们的卓杰哈，卓杰他之前是在永康的福音堂受洗所以他带领的开大学，不是，是中国长老教会的千岛村教会
是也是长老教，但是挂了中国，就表示从大陆移过来的教派，一起是长老教会。感谢主，他们2位要同心，我们为他们祷告，神赐给他们产业，好不好？神给他们漂亮的孩子，好不好？鼓励，好，鼓励一下。来，我们再介绍我们的佩玉，佩玉也是从爱中得到吸引的，因为她认识了她未来的老公我们的利奇文姐弟兄到这边，所以呢被吸引了，所以呢她小时候曾经接触过教会，但是呢后来到台南加入我们的教会的这个提摩太牧区，然后更被奇文所鼓励，所以他就决心先受洗，然后再走入结婚的礼堂。要不要补充几句来？感恩的话，谢谢谁就好了，可以。谢谢来教会遇见你们的人。好，感谢，拍手鼓励一下。今天3月我们来高高的提醒好不好？来，再来就是我们的玉任弟兄，右任的弟兄，他本身呢是跟我们的地主的同事，他之前也曾经有所谓的天使带领他接触教会。请问简单讲一下你怎么样接触教会，好不好？我收了真例如的感动，姐妹带给你，觉得说让我觉得说他是，他说有人引导你，鼓励你，对，开始，他也受我们的 Coco 姐妹还有先生他们的引导，本来是客户变成主顾，而且还带领他们的教会，你看多好做生意还可以赚英文太棒了，给他鼓励一下。再来就是我们博文帅哥年轻人博文呢，他小时候曾经妈妈带他接触过教会，不过因为读书以后就慢慢没有办法持续了。不过后来感谢主，他跟晋峰兄、晋峰嫂，他们2位呢，晋峰嫂是他的应该是叫干妈他一直鼓励他，现在人在那个云林工作，但是他常常会来到干妈这边，他鼓励他这一次受洗。希望他能够继续努力要不要讲你的感受，好不好？简单。其实会来教会是因为有一次干妈生病，然后我那时候很担心就下来，然后想不到下来有这个机会，就是也认识了我的干爸金梦兄，那他们2个人鼓励我来教会，所以我就来了。然后第一次进入教会就被教会深深的感动，因为大家不停的给我鼓励。那我在人生上，其实因为现在才刚到一个新的公司，才做大概半年，然后其实中间有碰到很多的挫折，但是我的干爸一直在这段路上不断的给我鼓励，让我就是面对这个工作挑战，其实一直都很坚强。然后因为我交了一个女朋友，然后这个女朋友她是俄罗斯人，她有点来台湾有10年的体弱多病。然后这时候我就带他来教会，然后在教会我们受到了慧峰长老很大的帮助，然后现在他的身体真的好多了，比他刚来的时候好很多，所以我受到教会的祝福很感动，所以这次我决定来受洗，然后让上帝进入我的生命中，让上帝引领我的未来。感谢你祝福这几位是。先进他们是个简单介绍这一位是我们的丽竹姐妹，她不只是加入我们的教，她原先是在刚刚我讲的是永康永康福音堂，而且她带了我们的这个右任弟兄也加入教会，我们祝福他们还在工作上得神的祝福，也在信仰上更增长，好不好？好，拍手鼓励一下。再来是香港这个国杰弟兄他是中国长老教会受洗他带领太太一起受洗，这个是很大的恩典再来这2位是兄妹。但是我们教会呢，就是我们的荣安兄还有慧文姐站起来一下，让我们看一下，2位小时候就受洗了，这是先信，我们祝福他们刚刚我们还忘了说，你们哪一个弟兄姐妹有亲友团来的，可以介绍一下。会那个技术有没有？有没有年轻人？有在哪边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好，拍手。那季芳有没有朋友过来？季芳的好朋友，这是好朋友，都是好朋友。那你现在已经有刚刚有介绍了，哇，好朋友。
所以他们的亲友们就在这边，站起来让我们拍手一下，鼓励一下，鼓励一下，感谢主啊！人机最好的人机很好，人机很好，感谢主啊！那还有你弟兄姐妹的对，还要感谢我们的燕王姐，燕王姐你要站好多次啦，好，没关系。来，我们的冯仙女儿亲人，女儿等下要受洗的，你看，他说你考9分是加了90分呐，本来就很好了，现在加了90，要100分更好啊！来，我们的推文姐妹，你的家人有没有在这边？没有哈，还有没有？其他有没有？来，你家人。好，时间不够了，抱歉，应该可以讲更多哈。我们现在送一个小礼物，也请长老要来给他们握手。然后呢，我们请3位小朋友要受洗，一起站上来照一张合照。之后我们要为小朋友施洗哈。今天有点耽误大家时间，抱歉。我们请长老来握手，来接啊！我们在座有牧师的身份的也可以来握手的，好，来。另外3个小朋友也上来好不好？而且我们的小组啦，我们的亲朋好友要送小礼物、送花的，赶快过来，到上来哈！还要献花的，来给他们拥抱，给他们祝福，他们恩典满满，好不好？要座位，我们要准备。个别照相，等一下再补照，没关系。先拿了礼物，等一下个别照相再来，好不好？好，你们男生站上来第2排，好不好？这边这几个这里有2个小朋友的家长也过来，小朋友家长也来照相，好不好？这样我们就不用第2次了。来，我们姐妹。受洗的姐妹稍微往右边移动一下，让它平均一点，好不好？请摄影师稍微给我们瞧一下，可以吗？好，对。我们请预备唱第2首诗歌，时间才够，好不好？第2首诗歌准备好了吗？好，看这边哦，3。因为等一下长老要服侍，让一下我们长老帮我安排一下，来到前面来，面向前面。今天在牧师，先带着小朋友过来，在父母亲的带领之下，要来做小孩的洗礼。有人带小孩子来见耶稣，耶稣摸他们，让门徒责备，但是耶稣说，让小孩子到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的国就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承受上帝国的，都不像小孩子，就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对他们祝福。各位家长你们的幼儿要受洗，你们在神面前告白你们信，牧师有2个问题，你们这个相信就可以，愿意就可以。好，第一个，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圣灵是你的保惠师吗？相信。第2个回答愿意就可以。你们要依靠上帝所赏赐的能力，将基督的真理、信徒的责任教导你们幼儿，以祈祷、好行为来鼓励他们，让他们所作所为能够遵照上帝教会的教导。你们愿意这样行吗？愿意。好，大家感谢主。好，我们为小朋友施洗我们其他妹的女儿长得亭亭玉立，神要更高祝福她。我们为小儿起来施洗。陈文琪，我奉父子圣灵名来施洗。
让你归于神恩典的国度。阿门。好，第二位是我们的娱乐庄娱乐啊，一点点，庄娱乐，我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于上帝的名。阿门。第三位是我们的谢乐之，没关系，抱着就好，没关系，好，这样。谢乐之小朋友，我用水给你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阿门。拍手鼓励一下。牧师来为我们祷告，谢谢。我们遵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3位幼儿接纳进入教会，成为会陪他的会员，有份于新约的恩典。今日这些幼儿的父母亲和会众一起做见证，并分担责任来培育他们的信仰，直到接受坚信。阿门。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奉你们的祝福3位小朋友他们的父母亲，因为神的恩典永远跟他们同在。他们在主的爱里面培育小孩家成为非常好的品格，有好的聪明智慧以及爱人的心成长，在社会里面得到众人的喜爱。我们奉你们的祝福，家长以及可爱的幼儿，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拍手鼓励，我们向后走一下，妈妈，好不好？好，这样给妈妈讲，好，恭喜恭喜，来，这个要乐之。谢乐之，好，乐之小朋友来代表谢乐之小朋友的家长，这个是以乐小家长，好，我们来拍手，因为我们就有照过相，我们请他回座，谢谢，我们准备坐的话，我们圣唱的诗歌预备。